究竟咧我哋研究院係乜嘢？现在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国际企业家专业研究院是什么东东。咁我同我個拍檔咧，我哋喺1989年咧就開始去貫徹一樣嘅終身學習。我和呢吳啟倫主席呢，在89年呢已經開始了這個終身學習這個理念的實踐，全方位教育的培訓。咁我哋到而家咧，我哋大約應該有數十萬嘅人係經我哋培訓咗出嚟嘅。我們現在畢業生的學員的人數呢，已經有幾十萬人。咁裏邊咧，可能包括咗由最基本一啲嘅或者我哋以學術性嘅講法啦，就係啲證書，以至到博士。那麼我們會發那個證書和甚至是博士的證師的證書。咁咧就我哋基本上咧都係會繼續咧係希望貫徹就係鄧小平佢嘅3個代表嘅理論。我們希望貫徹的是鄧小平同志的3個代表和3個代表的理論。咁最重要，我哋係希望咧可以培育精英。咁呢個係我哋理念。還最重要的是，我們是要培養精英，這是我們理念。仲有咧，我哋要培養嗰啲係咩啊？係領袖人才、領導。我們要培養的是領袖人物、領導人物。咁當然啦，我哋宗旨咧係希望大家咧用啲最新嘅思維去學習一啲成功嘅人嘅嘢。我們希望是在座的朋友們和其他朋友就能夠學習到最成功的方法和最創新的好的方法。我諗最緊要你睇下咧，我哋最底呢度咧就係講即係第一嘅，我哋要呢度第一。我們的理念是希望我們的教育能夠使到我們的學習者能夠實現什麼都是 number one， 什麼都是第一名。咁我哋亦都希望咧繼續去培育一啲咧其實咧就係一啲好嘅人才。我哋嘅計劃就係揾300至500個你在座我已經頭先同好多交流過，裏邊我起碼揾到超過30個加入我哋咧可能我將來咧我哋會揾佢哋同我哋加入我團隊做教授，或者係培育佢哋去幫我哋去教授更多人成功嘅例子。我們是計劃在2013年之前呢，就是要收攬一些全球知名的教授和專業企業家，大概是300到500位。我們傳授最新的管理知識，而在座有可能有30位朋友會成為我們未來的這種教授和合作夥伴。我諗最緊要就係話咧，大家要係思考同埋溝通係2樣嘢嘅啫。理念是知識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教育呢可以能夠。我哋喺89年開始咧，就已經開始同啲美國嘅州立大學開始有啲講座，我哋做證書，我哋亦都幫過咧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做過一啲培訓課程，咁亦都幫呢個 App 省台灣嘅萊斯康做過一啲合作嘅培訓。我們在89年和92年呢，是在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和美國三藩市大學呢，在香港舉辦過證書講座，在90到94年也和香港中大學校呢也合辦過計算機科技，和到93年被台灣的一個萊斯康計算機那個播譯機以及計算機集團被委任為商業的顧問和培訓的顧問。92到93年其後咧，我哋92至到98咧，我哋同英國一啲嘅電腦學會同埋香港救世軍合作，咁而去到94到98年，我哋就幫香港政府再培訓計劃，幫好多人去做培訓。我們在92年呢開始呢，曾經與香港救世軍合作，還有呢也開辦過英國計算機學會課程、考試課程，還有設計統計開遍香港政府官員再培訓計劃等等。我們92到98年。咁
我哋亦都咧曾經收購過一啲嘅上市公司，係新加坡嘅 Informatic， 就喺香港開設好多一啲培訓嘅學院。咁而其後咧，我哋亦都咧做過好多其他加州大學嘅證書課程啊，亦都幫一啲開始做一啲電腦開始而家去到我哋嘅 e-learning 咧，曾經幫過一個連鎖集團做一啲網絡中心。曾經幫助過上市公司，也曾經和加州大學合作開辦過正式課程，然後呢，還獲香港嘉禾餐廳連鎖集團委任做不同的建設計算機高速網絡。咁其後我哋亦都幫香港中小企總會做顧問，咁而當時咧亦都係得到香港政府嘅支持，我哋幫佢申請咗好多咧基金講緊最少都係200萬嘅。喺08年開始，我哋做咗認證。我記得頭先咧有啲係做認證嘅 ISO 嘅，都同我傾過偈。咁仲有就係去到而家，我哋最新咧就係咩咧？我哋要幫中國，亦都要走出國際，亦都要將好多 MBA 其他一啲課程咧帶出去，同埋一啲合作。嘅字眼點嚟㗎啦？那個品牌就是來自古詩占地理貝亞語，開頭是指燃燒的。其實呢，品牌呢就是一個烙印，一個印記。有真理的話。好啦，定義係啲咩嚟嘅咧？我哋睇下啦。原來最早期咧就喺美國營銷管理協會裏邊係講咩咧？就係一個名詞、一個名稱、一個符號、象徵，就將佢變做大家都知嘅嘢。跟住咧，呢個就係我哋要分別。頭先講過咩啊？可能你見到一剔係一個咩啊 ？Nike 係嘛？大家都會買嘅時候，你會發覺原來貴好多。咁但係咧，我想講中國有個品牌好好嘅，李寧係嘛？李寧嗰個標誌係點啊？好似都係咁嘅，係嘛？咁但係咧，呢啲都係我哋講品牌嘅定義。品牌嘅定義呢，是一個名稱、一個詞、一個符號。舉個例，李寧好像那個打 O 的，那個 Nike 那個。它是有收費。好啦，第一個品牌就 P&G 美國僑保公司，咁而咧其後咧佢哋開始咧亦都係發展出咩啊？就係呢個我哋講品牌管理嘅理念呢個最早期嘅。好。然後發展出品牌管理嘅觀念。所以說很近嗎？所以說像你這裡12人嗎？這個要求。呢個邊個啊？大家識唔識啊？識。蘇格拉底咧，其實咧係講咧品牌係最早期。古希臘，即係你諗下，係公元前469年至399年嗰陣時，佢就講品牌價值係與品牌策略係重於咩啊？最緊要咩啊？慎密嚴謹。對。咁呢個就係佢定義啦。品牌必須要有兩種本質，變同埋唔變。品牌必須有兩種品質變與不變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咩咧？其實係哲學，我哋咧通常咧係最偉大嘅3個其中之一咁佢裏邊咧一陣間咧我哋就數咯喎佢裏邊咧就有品牌4個因由，一個就係物質因，一個是物質因，一個叫動力因，動力因，一個形式因，形式因，一個係目的因，目的因。好啦，物質因、動力因、形式因、目的因。對，剛才說過品牌是因。裏邊咧，其實我俾個例子你。我給一個例子給你。健怡可樂，有冇飲過啊？健怡可樂，誰喝過？快舉手。有冇飲過啊？哦，那裡有，有那個人。冇乜反應。有冇飲過？有。健兒可樂。我一間咧就會講點樣用呢個例子去做。健怡可樂物質因就係咩啊？佢係咩嚟㗎？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學物。係嘛？好啦，動力因咧就係話動力因，可口可樂廠，可口可樂廠，係嘛？好啦，形式因咧就係佢個包裝嗰個可口可樂嗰個樽或者個罐。形式性嘅包裝嘅可口可樂罐。目的因咧？目的因呢？你想點解要飲呢個健怡可樂咧？因為係冇糖嘅涼茶。一個是沒有糖的涼茶。是嗎？兩個就是